大家好，今日係11月17號星期一。原本諗住咧就呢個關稅戰暫緩1年咧，就其實就可以偷下懶咧，就唔使即係 update 個 YouTube 咁密咧。咁所以上個星期咧就偷懶。咁啊，今個星期一咧點解突然間又拍翻咧？因為咧新鮮滾熱辣咧，就唔係因為呢個政局發生有咩變化，而係香港特區政府咧就出咗個旅遊預警，就話俾大家聽咧。去日本咧就好唔安全咁好啦，咁其實香港就唔係第一個嘅，咁咧應該係咧祖國中國咧就喺上個禮拜尾咧已經發出咗咧就去日本旅遊唔安全。咁點解會唔安全呢？咁啊唔係話你去到嗰度咧一落機咧就俾人哋打劫啊，或者咧有生命危險，而係咧中國即係喺整個國家嘅政策對日本咧其實咧就開始咧有一個叫抵制或者制裁嘅意思啦。咁嘅原因咧就係日本就新上任嘅首相高市早苗咧，唔知係咪同阿特朗普見完面之後咧就好興奮，覺得咧就咧日本咧就強大咗啦。咁因為咧身邊嗰個人咧就好有 powerful， 咁所以咧講嘢咧就開始咧就講大咗，就話咧如果萬一台海發生戰爭咧，咁日本咧自衛隊咧就可以繞過呢個咧日本嗰個防衛法咧，就咧直接參與咁樣。咁呢個言論一出咧，咁梗係咧就辣興咗我哋即係中國啦，係咪先？好啦，咁所以咧就中國政府咧就對佢發出咗呢個嚴厲嘅一個警告啦，同埋咧就真係咧即刻出手咧，除咗係嗰個旅遊嗰個安全嗰個叫做呼籲大家唔好去之外咧，咁亦都考慮緊咧就制裁日本嘅一啲經濟或者貿易嘅措施。咁所以咧日本亦都派出咗咧一位叫做高級官員咧，就去中國咧就即係緩和氣氛斡旋啦。好啦，咁其實咧。如果講到呢一度呢，咁大家就可能話咁啊唔好去咯咁樣。咁其實呢，唔去日本旅行呢，咁對日本嗰個所謂叫做旅遊業或者嗰個消費呢，其實都有一個幾大嘅影響嘅。咁因為呢，其實呢，就而家呢，我諗就喺每一年呢，即係由今年初到而家呢，去日本嘅海外旅客當中呢，其實中國單一個國家呢，其實已經係佔咗780萬，係最大嘅一個國家嘅旅客來源啦。咁第二位呢，其實都係佢周邊啲鄰居啦。南韓咁有680萬，咁台灣咧就有500萬。咁香港咧雖然我哋人少少，咁咧其實都唔執輸嘅，我哋都差唔多有咧就呢個280萬度啦。OK 啊，未180萬。好啦，咁所以中國同香港加埋咧就920幾萬啦。好啦，咁就變咗一個好主要嘅一個叫旅客嘅來源啦。咁同埋咧。中國旅客喺日本嗰個叫做帶啲錢去消費咧，都佔佢嗰個所謂叫做外來旅客嗰個消費嗰個百分比咧，都差唔多係超過1/4嘅，即係有25% 以上。咁咧實際上嗰個影響咧都係比較明顯啲嘅。咁就而且仲未計話，如果中國真係咧對日本採取一個經濟或者貿易嘅措施，包括限制一啲可能日本產品入口中國啊，各樣嘢咧，咁對於日本而家嗰個所謂叫做個經濟嗰層面嚟講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影響。好啦，咁去唔去旅行咁啊，大家自己決定啦。咁但係呢件事咧，亦都正正係反映咗咧，話俾大家聽咧，即使嗰個中美關稅戰係暫緩1年，特朗普政府仍然面對緊咧美國最高法院未裁決佢哋咧，究竟嗰個叫做向全球徵收關稅係咪合乎憲法呢？都仲係一個問號嘅時候呢。咁後續好多呢啲單一個別嘅事件呢，都會影響呢就國家或者整體嗰個叫做地緣政治啊，或者嗰個經濟貿易嗰個情況。咁所以呢，呢個關稅戰呢，就好似之前我哋嗰個即係所講一樣啦，佢延緩1年或者暫停呢，就唔代表呢件事係平息咗，有好多其他嘅一啲可能後續或者根本性嘅一啲即係發展方向呢，都唔能夠逆轉嘅時候呢，呢個叫做中美嘅一個叫做軟硬實力嘅全面對壘呢，其實就避無可避嘅，係啦。咁亦都呢所有國家包括我哋香港呢，亦都會牽涉其中。咁所以對於個大家去投資或者係其他嘅一啲資產部署呢，其實都會有影響嘅。好啦。咁講到呢一度呢，咁其實呢，就今日亦都有一個比較可能係 eye-catching 嘅一個 headline 出嚟呢，就係比特幣呢，就將幾乎上呢，就上個星期呢，就嗰個最近呢幾日嘅跌幅呢，就幾乎將全年嗰個升幅呢，就係洗晒去啦。咁就跌翻落去呢，接近呢92,000美金一個。咁最高呢，就係今年嘅第3季度126,000美金。好啦，咁比特幣跌咗落嚟呢，咁其實好多人就會諗啦，其實黃金又跌咗啦。咁咧，其他嗰啲股市美股咧，其實就好似想調整喎。不過咧，因為今個星期咧有個重磅嘅股票就係星期三咧，呢個 Nvidia 咧會公布嗰個季度業績。
咁全個市場咧都好注視呢個業績嘅NVIDIA 嘅業績咧，就因為想睇下究竟之前市場講咗好多提出好多問號，就係喂，究竟使咁多錢落去呢啲叫做 AI 啊人工智能投資嗰個回唔回到本啦，同埋咧佢所釋放嘅所謂叫生產力喺邊度體現咗出嚟啦？咁如果不斷係嗰啲投資咁巨大嘅時候咧，你計唔到條數喎。咁咧，所以咧就會影響嗰啲投資者個信心，咁咧就可能呢啲咁樣嘅 AI 股份啊，或者啲芯片類嗰啲咧，就可能會有一波叫做調整啦。咁所以咧嗰個美股呢幾日咧都係叫做挫上挫落啦，咁樣都未係處於一個比較係叫做清晰嘅階段啦。咁睇嚟咧，其實咧就嗰個調整咧好似未完，應該仲會繼續。咁另一方面咧睇翻就美國而家嗰個長債孳息嘅情況啦，咁咧息口係上咗去嘅，10年期咧。就由之前咧貼近可能4厘咧，而家就上翻去4.12啦。咁30年都去翻4.7。咁啲短嘅嗰啲咁樣嘅2年、5年咧，嗰個孳息率咧，而家都喺3.6啊，同埋3.7之間啦。咁如果你睇嗰個長債孳息嘅表現咧，或者成條孳息曲線咧，似乎12月減息個機會率咧就唔係好似之前咁樣就實牙實齒嘅，都仍然有變數。咁就再加上近期咧，就聯儲局都有啲理事出嚟講咧，就話嗰個通脹都仍然係一個concern。咁咧，所以咧12月嗰個減息咧，其實都唔係一定嘅。嗱，咁呢樣嘢咧，就我諗就開始咧，就令到個市場對於叫做聯儲局去年底之前減息3次嗰個咁樣嘅睇法咧，就有改變啦，亦都動搖咗佢哋覺得其實嚟緊去到出年嘅2026年嘅第一季，係咪真係可以就繼續再減落去咧？咁如果唔係嘅話，係咪真係要等到出年嘅5月，明年5月選咗新嘅聯儲局主席出嚟，而呢個人又係咧特朗普嘅指定嘅人選，佢會嚴格執行特朗普嗰個減息嗰個政策咧，咁先至開始即係會延續去減息落去咧。咁如果係咁，中間其實咧都有差唔多半年時間咧係唔會減息嘅時候咧，咁個市場要需要做一個 adjustment， 因為而家就派先咗一路減落去嘅。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咁所以個債券市場或者個股票市場咧都可能咧就需要咧就做一個調整。好啦。咁其實去到呢一度咧，咁我諗就都係要等啦，因為好多嘢咧都仲係一啲叫做不明朗因素仍然存在啦。咁亦都今朝早咧我就亦都喺出邊咧開咗個會啦。咁有啲朋友都問咗我咧就喂，咁比特幣跌咁多係咪買得過，或者金都跌咗話買唔買得過咧？咁大家就話咦，其實趁住之前即係話佢比特幣係咁升，黃金係咁升。股市咧就都好似升好多，大家就開始咧覺得哎呀買貴咗啦，或者唔夠膽追。咁而家見佢少少調整咧，係咪可以即刻入咧咁樣？咁基本上我覺得喺而家呢個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如果嗰個資產價格包括比特幣、黃金啊或者係股票咧，如果係有一個叫做調整嘅話咧，咁基本上就冇乜邊種資產話零零舍舍咧會係即係同其他資產嘅表現會好唔同，因為根據翻過去嗰幾次嗰個 pattern 咧。如果真係嗰個市場一啲重大調整咧，基本上所有嘅 asset class 都係跌嘅，因為大家喺嗰一刻諗嘅就唔係邊隻對沖到嗰啲，而係咧大家都想要 liquidity， 即刻 cash 攞翻現金，先至再部署翻下一波嗰個動作。咁即係話咧，所有之前升得太多嘅資產價格，包括比特幣啊、虛擬貨幣啊、黃金啊，或者美股啊，或者香港呢邊嗰啲股票咧，咁都係會有個調整，只不過個幅度有唔同。咁佢第一波做即係叫 cash out 曬之後咧，咁啊 cash in咗之後咧，咁就應該咧就慢慢咧就會再部署翻下一波嗰個即係嗰個asset allocation。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如果你話見到呢啲咁樣嘅美股或者係虛擬貨幣或者金價開始調整，而你即刻衝入去諗住趁平買咧，咁可能就早咗少少啦。咁啊建議大家咧再等多一陣咧，等個情況明朗化咗咧，先至再去即係執行你哋嗰個策略啦。咁另外咧就呢排咧都因為嗰個時間多咗，因為唔使日日及住阿 Donald Trump 講乜嘢咧，咁啊睇咗另外一啲叫做 documentary 嘅啲，可能係啲海外嘅一啲可能 KOL 啊，或者啲分析啲 research firm 咧做嘅報告咧，咁啊講到咧其實最近有一單 news 咧，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咧，就係BBC 咧咁咧就被揭發或者係被自己爆出嚟咧，就係2024年嘅美國總統選舉咧。咁佢咧就剪輯咗阿 Donald Trump 嘅一啲演說嘅詞，咁咧就包括咧就佢叫呼籲民眾咧去國會山，跟住咧就話咧我會喺嗰度咧同你哋一齊戰即係叫做戰爭到最後啦。咁其實後來發現咧呢個整個咁樣嘅呢個咁嘅 news clip 咧
其實咧就係咧剪咗兩輯嘢嘅，咁然後係唔同嘅內容咧剪咗出嚟，咁而呢兩段嘢個中間阿 Trump 所講話嘅時間咧都相差咗，即係都係1個小時以上啦，就唔係同一個場合同一篇演辭出嚟嘅。好啦，咁而家爆咗出嚟咧，咁當然對於 BBC 個公信力咧就大打折扣啦，咁亦都咧就引發到咧。Donald Trump 就好不滿，因為咧佢亦都拍咗2個 YouTube 出嚟咧，就話咧原來咧大家公認係美國嘅第1號鐵桿粉絲，即係佢嘅盟友咧英國，原來咧背地裏咧就吉佢一刀，好啦，咁同埋咧佢亦都喺另外一個YouTube 嘅頻道嗰個講到咧，就話咧好多咧美國嘅盟友或者叫佢哋認為盟友或者朋友咧，原來背地裏都係表裏不一嘅咁樣，好啦，咁呢個指控咧其實都幾嚴重下嘅。咁亦都咧，而家特朗普就要控告呢個 BBC， 就賠償咧就1個 billion 美金，即係10億美金啦。OK， 好啦，咁啊後續係點咧，就要睇一個發展啦。不過咧，呢個別咁高調嘅一個叫反擊咧，亦都引起咗好多即係唔同嘅一啲，可能就係大家去睇翻英國同美國個關係啦。咁呢個咧其實如果你真係認真去諗咧，其實都幾嚴重嘅，因為咧 BBC 佢唔係一間單純嘅廣播公司或者係媒體嚟嘅。其實 BBC 咧，佢咧係註冊 under 呢個 World Charter， 即係皇家嗰個容協即係嘅嗰個即係英女王授權去做呢件事，亦都代表咗英國政府嘅一個立場。咁所以咧好多時大家會覺得佢講嘅嘢咧，就係等於英國情報機關 MI6 啊、MI5嗰啲咁樣嘅即係嗰啲立場啦。咁同埋咧。英國同美國關係咧，因為雖然大家都係呢個英語系嘅體系國家啦，咁大家覺得佢兩個咧就必然咧就好似即係 shoulder to shoulder 啊咁啊，基本上喺所有嘅呢啲咁樣嘅情況之下都係盟友嚟嘅。咁亦都咧就喺第2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咁啊當時嘅英國首相丘吉爾咧就成立咗呢個5眼聯盟，咁啊就係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同埋新西蘭。咁咧全部都係講英語啦 ，OK， 咁亦都咧，除咗美國之外，4個都係英聯邦國家。咁所以咧，你見到嗰個英國同美國即係嗰個關係咧，其實就好密切嘅。咁同埋咧，就呢個喺1971年廢除咗呢個 Bretton Woods System 咧，呢個黃金制廢除咗之後咧，咁亦都美金咧正式取代咗英鎊同黃金咧，成為全球嘅一個第一位嘅硬貨幣。咁啊，後續咧就開展咗佢咧，即係幾十年嗰個美元嗰個霸權啦。好啦，咁喺呢個咁嘅環境之下咧，咁其實咧，因為而家好多時嗰個經濟咧，我哋講緊就話咧，可能都有一啲叫做financial assets 啊，嗰啲就係一個即係股市嘅表現咧，就代表咗經濟嗰個實體經濟啦。咁啊好啦，咁所以咧個金融類嗰個比重咧好重嘅。咁如果美國即係話真係同英國開始有呢個叫做有條刺啦心入邊咧，而嗰個合作或者以往嘅關係不再存在嘅話咧，咁即係話咧代表咧其實就話喺呢個大家以為好穩定嘅一個叫做已發達國家之中咧，都開始出現咧就有啲咁嘅裂痕嘅時候咧，咁對於金融市場咧其實個影響咧唔可以話細咁，但係你係可能會去到咩大到咩地步咧？咁呢個咧其實呢一刻咧都好難好具體咁樣講出嚟。不過呢個就 remind 咗大家咧，就嗰個市喺呢個咁比較 shaky， 亦都有呢啲叫做裂痕之中咧。咁可能咧就話咧去到年底之前咧，咁都係咧嗰個投資上面咧都係要比較保守少少咧。尤其是一啲可能頭先我哋都提過啦，美股啊，或者係虛擬貨幣嘅金價呢啲比較喺今年升幅比較多嘅一啲咁嘅資產類別咧，可能咧就會借勢咧會做一個調整都未定，咁所以呢個都要即係大家喺呢一即係留意翻啦。